Hello，我係 Kimi，歡迎嚟到 Chat 真啲。嚟睇下呢張相先啦，咁多人舉住個牌示威係搞乜嘢啊？一 check 咧，原來係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出於政治目的喺度打壓啲國際學生啊，瘋狂吊銷簽證。啲學生咧同埋教職員工就紛紛抗議啊。呢件事咧就要從美國政客嘅被迫害妄想症晚期症狀開始講起噶啦。3月14號，一位西弗吉尼亞州嘅議員就叫做 Riley Moore，突然之間好似戲精上咗身咁，整出咗一個叫做阻止中共簽證法咁嘅法案。哇！份法案有成2頁紙咁多啊，簡直就係雄篇巨製啊！核心論點咧就係驚中國嘅留學生會竊取美國嘅知識產權、軍事機密喎，又是搬出威脅國家安全嗰套啦。聽到厭晒啦，真係。跟住佢係接落嚟特朗普團隊嘅神助攻啊！4月11號直接上演咗現實版嘅簽證大屠殺。據美國嘅教育網媒 Inside Higher Ed 嘅統計，截至21號已經有成260幾所高校嘅1680幾名國際學生嘅簽證就被吊銷咗嘅。受影響嘅學生咧，有來自亞洲噶啦、歐洲噶啦、中東噶啦，咁即係度度都有，涉及哈佛、Stanford 等等嘅私立名校同埋好多嘅公立大學啊！哇晒，好一個美式霸總劇本啦！簡直精彩過連續劇啊！被取消簽證嘅學生入邊咧，有啲係有被捕但係未定罪記錄嘅，有啲咧就僅因為一份交通罰單都受牽連嘅喎。仲有呢度仲搞笑啦，純粹因為生得太安全啦，都俾人 cut 咗簽證喎。咁咧就有4名嘅中國留學生起訴咗美國政府，話咧你哋根本就冇提供任何通知、聽證同埋證據，僅係憑模糊嘅國家安全呢幾隻字就終止我嘅學生身份，係屬於違法嘅喎。2025年咧，中國嘅留學生人數逆勢增長咗10%啦。喺現時呢個搶人才仲要激烈過搶限量版波鞋嘅年代，法國啊、英國啊、意大利等等一啲歐洲國家咧，爭相推出咗一啲獎勵嘅政策，希望可以吸引到國際學生啦。但係美國竟然喺呢個時候閉門趕客喎。英國嘅自然雜誌喺美國嘅科研人員當中進行咗一項調查，結果咧就顯示有75%嘅受訪者係考慮離開美國㗎。佢哋可能早就靜靜雞喺度更新緊 LinkedIn啦，將求職地點改成加拿大啊、歐洲啊呢啲啦。受特朗普嘅中國行動計劃影響，喺20到23年之間，已經有3800幾名嘅華裔科學家決定歸國噶啦。再咁搞落去咧，美國嘅呢個全球創新思維嘅寶座實要讓出去噶啦。如今咧，中國高校嘅超算啊、基因編輯嘅等等技術咧，已經喺全球前列啦。美國再咁樣搞學術封鎖，恐怕係會逼出更加多嘅科技海歸，助力中國科技發展咯。好，今日先傾到呢度。